家家有好声，马上国家来主席，爱黑这位，爱系英语诶，12个，怎么？考英语加英文，考哦，拜托，我以前是英文小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给考我，好来 ，Jam， 哦，来想一下，唐哦，好。Jam。你在唱歌吗？重我讲。我讲，我这要有气势，讲答案的时间。好Jam，我讲。好。Jam，果酱嘛，你讲的嘛，还有嘛个挤压吸东西，好，还有，你音乐人啊，唱歌的时间，搞乐器的时间，我跟你一起 Jam。哦，阿多利布。哎呦，阿多利布都出来。哎，刚讲3张咯。哎呀，我问你，就安样吗？你之前同我唔咩客家人啊？你邊客家人？可以嗌。你邊客家人？我講。好。你睇好，你要記當中嘢哦。好。來弄當好食的果醬。果醬。當水性呢，吸到乾的度，食下去，就會將你按醬。哎呦，阿妹講喂。聽得出來冇？沒當醬。凍醬。醬。哎呦，朴樹，開玩笑，我要 close 一點。好啦，我哋講啦，我介紹見不一個達人啦。達人，該不會你覺得要介紹果醬達人吧？真的，邊個？叮咚，分享佢出來好嗎？好，分享佢係果醬達人范曉聿先生，范先生，哦耶！大獎，很獎哦，得出來出果醬，知道嗎？請指教。真勁有冇卡出片的吼？係，對好嘅。好關係。無啦，看到人自家人自家鄉親，各家來主持吼，一定要當歡喜嘛，好冇？老師你好啦，乜個時間開始做呢果醬啊？我係3年前。3年前做安尼事情，乜個幾年下開始做果醬咯？哦，因為我結婚當久冇講聲音，係啊，是想講啊，大家講壓力大是講唔出啦。我講每天有像是黑老公的問題。對，但是那個時候呢，我就想，那是想講啊，好啦，該是轉移，休息一下。我依就成班房式，看要聲音會來麼？哦，是來咧，真見來誒！我講繼續唔係老公的問題，我這風轉都也太快了吧？我講就可能因為壓力強大嘅，生活的環境給你的壓力。好啦，我哋學了誒，有好學，看啱用自己好，更好學。跟住想講好啊，剛剛你自己走本聲音學。對，因為有聲音真係冇強，你媽媽。係啊，休息時實實看，有你考目學了嗎？哦，我講那個己二烯酸鉀冇，因為我買個胭脂紅冇，我是想話做兩種東西，本唔係好專業，你嘛啲講咧，我做一道虛創賣到，我是做嚟做，真係，哦，古所講，跟根本應該教你嚟做一下果醬咯。哦，根本嘅咯，我係做客人嘅果醬，客人嘅果醬，客人嘅哦，客家人啊，做乜嘅？嗰時我是想講。算計大家啲冇？算計我印象當中吼，即一天喺你細時間，我哋結賬喺陣時，我試一下。你有事？聽台。這件聽台。咩叫你選？我唔驚酸咯。哈？因為唔驚酸咩？你係做結賬，開始算計你選啊？佢哋實際做果醬好咧。做果醬。啊，媽媽，你喺乜街你嘛？你出來你問嘅雞肉嘅結醬啦，結醬嘅原料，唔該你看到結嚟喺結台。差唔多。細隻啦。哦，你先剝好就出嚟啦。因為葉子啱能凍輕，所以我都冇卡先處理過。好啦。你要做食品加工，你等醬嘅時候幹嘛嘅？乾嘅。發霉啦。啊，發霉。病菌啊，細菌。我哋以前有到乾呢啊，母腸，你要少種落來是唔會生菇啊。哦。你要落嚟呢種這種工作。皮膚滾誒。水滾嘅哈。那先不用落去燙。會生意哦，會生意哦。你餵母奶先，連講呢先消毒，就按樣。係媽媽以前啲啱同我講嘛講。好像是 Canon，因為你要等下煮會好煮。你講你前面唔是哦？哎，可是佢樣糖果是吼。哦。落去煮嘛，因為用
怎么样里面都是塑胶。错，哎，小托啦。嘿啦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蒜吉来。哦，刚才算计。好。摩加水。摩加水。哇。其實呢，台灣嘅水果凍好。真嘅。係啊。水分就辣咧。係。同。豆腐卡自家煮哈，因為自家選嘛，自家其實吼很好算嘅，很好算嘅。嗯。就是不用碰，冇來吧？會啦，冇不用難豆。好聽的也是不用豆的。你不用喺邊糖係嘛？比例上面嚟按用蠻酸。現在都會賣嘅吼，一天有差不多50% 以上。你好聽的意思都60嘛左右。其實國外果醬全部係1:1，1公斤配1公斤。那你糖都是醬吼，凍甜嘅啦。係啊。台灣而家冇好曬甜。係。你做蒜雞嘅時候，其實你做雞醬時就嗰種糊糊實那種。有啲實嘅梅頭結得係皮哦。哎，那是國外的橘子果醬，其實地板嘛就不用咩啊，那你買一點好誒。好，那倒嘅係嘛？係。好啦。是望你。唔係。呢一皮係人家剝下來嘅嘛，嗬。係，呢一皮係剝下來，係糖果，冇咪糖糊。嗯。係。這種柑橘類的東西，太假如想說啊，這皮吼其實冇用，其實不是哦，它其實維生素 C 也很多，還有底部度是柑的跟石油嘛，那個也是維生素很多。對，沒錯。係。你啊煮高可能有一啲咧回甘，甘，嘅柑橘香味當重，你知道嗎？哈。不用啦，切好，不用阿姨。係。好。用差不多煮30分鐘。30分鐘哦，我知道你懂貼心，用本來你等30分鐘。冇人要啥？就只能這樣。哦，所以正要等30分，佢正原來等下30分鐘哦，冇就開。還有30分鐘誒！哇，噼里啪啦！啊，原來係配到果香誒。係啊。哦，按你滾嗬，滾30分鐘。其實各種水果冇強肉，你肯定很多泡，其實係煮到泡嗎？哦，煮到泡沫起下。對。哦。按樣機講出一道果膠，有冇人講下？果膠煮出來，把水果的膠質煮出來就超嘅，跟英英嚟煮開。你來看你要邊行去做乜嘅？好。來。東也冇啱講，果醬是用嚟塗雞咪高胖嘅，然後我摸啊，其實佢凍到食飯。最簡單聲音轉到尿尿滾的時間。你自己是媽媽哦，尿尿滾哦。尿尿滾的時候，媽媽，拿東西塞他的嘴巴。大家哎，那時候拿草莓誒，誰沒提好？生日看到草莓就是哦，冇得哈，做唔得的。好，餅乾安尼嘛吼，做嚟做乜嘅？優格。太健康，口水口水。吃什麼？今晚吃是嘅全部是。來懂它是優格呢。哦，冇事，拜拜。馬上我們就冰棒，然後那不用蒜的好嗎？好。你蒜雞嘞？嗯，你係咪蒜雞嘞？你係蒜雞啦。就係你加。就係你啊，等下泡起來。哦，安尼可以有咩凍醬呢？怎麼曉得不用得薄荷葉？哇，係嗎？你有兩種嘅，還有乜嘅？還有乜嘅？你係桑葚果醬。桑葚，不用落袋哈。好大氣哦！你一片蛇梅啊！一點吼，哎呦，我好怕孔出來哦！孔出來哦！是啊，唔係，啊嚟啦，哎呀，嚟最尾強出來，偏蛇梅嘅，係啊，你看有強嘛，好厲害，有強嘛，哎，要上一些掌聲哦。哦，好，然後呢？你看這樣子分層就很美，對不對？很香啊！夠漂亮哈！哎，真的懂講。哎，我們請倒飲料高手幫我倒到小杯裡。好，謝謝你。不用起來哈，不用想着叫他出，不會拜天公。嗯，對。我們等一下再來一起試喝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吶，真的很香哦。但是這樣還是像拜天公。好，呢一種果醬哎哈，你看摸破嘞，而且變透明，然後有一個。比較勇士的試法，你覺得 OK 的時候，你可以把它拿起來。它是不是看起來亮晶晶？咻蹦一下，它是不是開了一條？哦，開了一條路，有條路，有沒有？唔會怎麼嚴重？對，那就表示
它煮的差不多了。哦，还讲某煮完后饭，你发出去几不合转去，这叫做红海。那我们就把这个消毒过了嘛，瓶子也消毒过，好，我们就热。还是要讲阿姨有练过，要戴手套哈，要戴手套的哦。那这个要当气氛做果酱诶，我一直都失败诶，给你好起来。原来是讲哦，要煮到透明，要撞好，走过不用下去，撞好后，不用下去，爱滚嘛，爱滚。其实自家无卡实，冇走动，只去家用撞好表面时候，可是个表球像爱存你的钱，爱表好球，就是我才可以确定它可以放到1年，莫在公馆台上被人家变怎么办？都蛮相信的，爱用嘅东西系表人烟，咁唔是电人烟，细先来食好吗？好啊，你要出来吃哦，这也有我的功劳，我们就来吃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下午茶。来，什么你？自谁？哦，你牛腩吼变到唔单将系牛腩哦，拢系啲毛杯式咧，譬如讲嘛个果汁牛腩，不过系苹果啦，也系嘛个酱汁，完全冇看到，因为佢正经系甜盐诶，因为做的淋到颗粒，那个颗粒很扎实。我要马上来试一下酸鸡，你刚刚吃的怎么样？还是落去，跟住酸甜嘅味道，就是双颊都有一点，就是好酸哦，抽筋。但是又好想一直在吃。我当惊讶呢，因為我印象中係溫嘅三成用嘛，不過我冇想到攏，你看我口水一直跑出來，冇想到攏個優格暗黑。傳統講幾個優格本來就係酸嘅，和酸雞就係酸嘅，不過聊聊就點甜嘅合起來。好好吃哦，見到好深哦，天然的感覺，重點係酸的東西，吃了營養版開胃，所以香啊用個啥？我要食餅，吃餅的甜甜，草莓，哦，餅的選了吼，因為餅有點鹹鹹，草莓甜甜的，然後有一種初戀的感覺。那其實啊，好學的東西一定要含甜，或是含甘，或是含苦一點點，就是它不能是單一的，單甜或單鹹，但是老師好像講哦，給它說的全部又酸又甜，還都是含藥，有配拖出來都準備嘛。我不知道節目要求這麼多，但是我有準備。你有準備講來？過家來煮是簡單的，煮乜嘅？我肚子很餓哦。假日繽紛意大利涼麵，夏日繽紛意大利涼麵來咯。这面看起来很单调，对不对？吗？骗小孩怎么可以单调？一定要缤纷，小孩子一定要学什么彩虹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哦。然后就把它拌匀。哇，很讲。对。那你看月其实融合式的哦，这样就美美了，对不对？好美哦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淋上的酱汁。你改寿司淋上。哇。但強肯定係寫潮當好食嘅感覺。係啊，個聲音轉選一下就覺得。哦，來開始之後哈，有準備很多東西，過癮係夏日繽紛。繽紛的意思就係動到，set，錯嘛？準備很多 set。係。先嚟做乜嘅？跟那個先來煮麵。先煮麵。煮麵啊！麵本而菇咯，哈，不用下去。50塊，不用下去。Cam 有一種，那你走的時候，你知道造福媽媽。莫很麻煩，莫很辛苦。哦，不用下去哈。不用下去哦。ram咯，啊，那不用ram。來。哦，你那不用ram。哦，好，來，接下來呢？不用係嗎？要，來，橄欖油。橄欖油。好，來。
哦，你知道出来这里某马通用哈，就是以实验的精神。我是以实验的精神随性的操作，然后创造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。来，3号来了。就讲咱按料菜调酱料嘛，调酱料按料上到了菜系，因为变相了讲哦，所以点点嘛，为了去融它，会洗暗很麻烦，但是要去放到菜底内度。哦，对哈。係啊，冇人當洗，應該做啲些東西可能洗睇，咩當打掃，行業做啲打掃冇講。做唔得。係啊，我冇阿伯打。那一直用果醬嘛，還有你睇乜嘢？和風醬油。和風醬油哦，有啲甜甜。係，唔是麻煩做辣椒薄嘅哦，哈。哦，愛糖匙嘛？唔是啊。做實驗其實有的時候。有沒有壓力太大，你就可以做菜發泄一下壓力。真勁哦，是不用客氣。海蒂，聽起來嗎？還有很多東西，是這樣。你看。哦，哎，你有沒有懂縫片嘿？對呀。媽媽數媽媽的智慧。哦。那3號來了。就講，因為你係酸的，你係那甜的果醬先要調酸，你是做在那檸檬汁，抹子料係酸結，酸橘汁，用一點落去。這兩樣蠻讚啊。比如講跳魚啊，我又要隨性的。你喜歡甜的加甜，你喜歡酸的加酸，你喜歡鹹的加醬油或胡椒鹽。牛菜你愛是酸，因為鹹解切㗎。特沙的口味冇共融啊，你都不卡口那些好鹹，你好學好甜。芹菜衣。染嘛就會不用點哦，不要亂。哎，那真眼懂，像 any 的 jam， 就是 jam 的感覺，就是水洗呀。就是你講嘅一種風範。胡椒。哎，按你講的吼，就做得適合懂槍味哦。有冇解？香油。香油。香油。哎，香油。意大利加台灣的香油。好做的啦。好做的。來聞聞看。都是麻油味。好。啊，我哋最後咧 ，shake shake， 我會太波，不是太搖得太厲害。預備開始。哦。有沒有這樣搖一搖？人家比較性感的啦。冇開始，你是誰？你是誰？這樣按的時候，本上所是誰？啊。然後打開來，你出來等會同時，來，試一下味道。你可以試試看，又是做實驗的精神。對，mono。哎呦，好，明白。來試試看。哎，給為什麼給做麻有一種胡麻的味道啊？哎，有香油啊，小孩子。很香哦。對啊，它的香味就是面紅嗎？都很是面嘞。好，那是這樣表呢。走過來，我們有澱粉，營養的你都要講什麼均衡。所以就要來菜，對不對？很多菜，而且很多。然後我又忘了做一件事，蒜頭要加哦。蒜頭要加。小孩如果是小孩吃，smooth，彈音。你愛放多少就放多少。哦，那就講沒差一些些的，一些些。放進去。哦，做得。蒜頭。shake shake。對，再搖。shake shake。搖。我們再試試看。你頭摸孔融。你真的好愛找我們試哦。不然呢？來。實驗室出來的。我們的成就就是建立在大家說要像媽媽一樣。哎呦，沒有要這樣。哦。就這樣買來模擬。冇共用。加一張米線。面煮好了沒有？好，有沒有？就到位了。面紅嗎？好，在煮面呢，因為我們要煮很久，14分鐘，中間不能閒着。好，要做什麼？那我們來切菜。好，然後這些呢，看起來美美的，完全是為了唬小孩。哦。但是如果是大人，就是你喜歡什麼就什麼。對。那我們今天來切。因為媽媽拋開東西，整體聲音呢，差不多，大部分聲音都冇毛色的。對，真的。譬如說。黃甜椒，是這種東西就是違禁品，有沒有？小孩看到就流淚。真的，媽媽，這是什麼東西？對哈。對，但是呢，我們為了要逼他吃下去，又不能破壞家庭和諧。對。那就係為好。對，媽媽是為你好，對不對？你細細做講客家班，推牌阿婆土誒。
阿婆吼，外面阿婆土开呢。阿婆土的就会动会讲下。古时候讲，你做俩果酱同阿婆的感情没有连接到哈。因为阿婆冻好学嘅酱，好学，那是系快冻死。用办讲。我不喜欢。你唔好学，唔好学。结果你电都在做俩诶。对啊，是这样讲。谁念都是谁讲唔好学的东西，应该是唔好学。可是台烟系讲唔好学的东西，应该变好学。哦，自家要学俩诶，一天上来自家做。自家做哈。因为跳摆阿婆，那系阿婆土诶嘛，因为爸爸妈妈传承啊，冇喊起来，做乜几土啊？你要学嘛，家己是讲，好阿婆做。佢正經哦，阿婆正經同你去阿婆客家阿婆啊，麥雞土味哦。我阿婆我同學要麥雞，唔怕係做本嘢。對。佢講話其實本來按你大種下嘅時節啦，個最凍曬上嘅時東西嘅時，你冇麥嘅時個變相大概來變啊，吼，所以看到結種嘅要計要換一下時凍翻嘢。係啊，那是想講。因為咧，當上年全嘅種，後生年全部唔好。係啊，我上一擺攤你買嘅時節，當當已經講激醬哦，那個表情讓我不悅。所以係按用呢種研發出其他水果嘅種，從來定義還有一個很自豪的梅子醬，係嗎？係。咁用慢走。咁梅子醬，你下嘟嘟哦，梅子季節到嘅時陣要定旺嘅哦，旺嘅就好哦。很旺嘅。通常嘅煮法麼？就係攞啲攞嚟燙過，燙過，皮母貼、子母貼，係。咁講到皮，頭先就講嘅水果全部都在做果醬啊，但係物嘅水果全部係攞皮種嘅咯。其實吼，因為更濃肉啦，其實果醬啲會用皮會當好食。係啊，從頭先就 Vigo 講，當到水果嘅咧果皮就當入飲用吼。係啊，我做裡面客講嘢智慧啦，因為水果有季節性嘛，譬如講兩隻季節這樣然後些水果，不過你冇可能它是按度啊。我們用我們客家的智慧，譬如講做成果醬，譬如講如意的哈，我覺得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好吃的。因為算計都先不動到，可是因為做算計又麻煩，係哦，又買冇當貴哦，這些買冇錢哦。因為量多啦，你做果醬，唔好學嘅醬，你麻煩學，唔好學你就這像幾醬嗎？係啊，就像嘛哈。我做講啊，你啊，每次我講，原來用麵包啊，用那個大蒜麵包，我做的懂哈不？係啊，它其實如果你願意下廚房，它跟鴨肉很合。對。啊，你有沒做得種你係結醬？做得。其實講杏脯全部係你係結醬，係因為杏脯嘅你係算計的山東豆，它就按算冇法度按學它去，我們客家的智慧就是這麼厲害。係啊，它就走在保存。我是想講，我覺得愛學邊誒。如果沒有好好發揮我專長，根本打慫。你酸魚了，你酸沒有就是學以致用啊？沒有，應該是說學以致用也是興趣。興趣看身材就知道興趣。今日生嘢你叫誰？一張5歲半，一張8張眼。哎呀，龍哥去叫唔出生嘢，你中量隻很強。我看到一隻東西當定強。用來唔咩啊？我講生嘢看到會強。係，唔會強。我攏講你按到乜嘅？秋葵。秋葵。你對胃結好啲嘛？還有減肥嘅朋友，食啲啊懂。那要卡到啊！哎呦，懵哦！好，差唔多了，都準備好誒，切好誒。你看面還叫啊？好嘞，等等。哦，好嘞，再夾出來。來，老師，你講涼面是涼面，這樣熱熱的。放久就會冷嘛，對不對？係呀，你很貼心。你還有別的東西？我更貼心，來準備好。涼面來了。你做涼？我們做涼的。這面看起來很單調，對不對？嗎？騙小孩怎麼可以單調？哦，一定要繽紛。
缤纷，加切好的底料味哦，你看到吗？哎呦，刀工很好哦。有没有？你刚才讲哦，你这切开来有很特别骗小孩的。对。哪本太卡宽？哪一张本太卡宽？来，这是做妈妈。这可爱的小星星有没有？闪一闪亮晶晶，起接唱。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好。对，那我们要骗小孩呢，一定要弄得美美的。好了，小孩子一定要学什么彩虹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红、甜椒、丰塞、橙、胡萝卜，而且这也是大底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黄，这是黄色甜椒，绿，这是小黄瓜，又来实验。对，然后。没有蓝，跳过。好，紫，对。那紫色呢？如果是小朋友吃怕洋葱，紫洋葱、红洋葱太辣，我们就用紫甘蓝菜。然后现在是大人吃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加白色的洋葱。葱头。老师，你刚刚讲的啊？秋葵20個嘛？要。20個哈，你剛才你10個這樣切的哈。來，然後下小星星，然後就把它拌勻。哦，含醬。啊，你看也可以是融合式的哦。对，然後我們就把那個盤子拿來，我想醬汁最後淋上去。哎呦，很有想法的。哇，動位。轉，有嘛？哎呦。轉。在韓白哈，你聲音就圖本機片，對啦，上下午茶，你就幾度都當圖完就大家去。嘿，做下醬料啊哈。來是忙結婚啦。瑪利亞。哎呀，好，老師其他本意了啊。其他的那個醬也是。哇，真給醬呢。冰爽魚。哎呀，這樣冰爽魚。老公講，你的田看到亮啊，就是我好像在海邊哦，奔跑。哦，好，这样就美美了，对不对？好美哦！再来，我们就淋上的酱汁，你改寿司淋上去。哇，好，安尼出好哎，好嘞，这样子妈妈就下班。哎，其實當簡單媽媽改油啊，媽媽染呢，沒有油煙。正經安尼說起來，摸波一天賣到貴，你吃到一盤賣幾多？這個手指按都真啊！哎呀，結果還是好，兩道菜，都乜嘅？夏日繽紛意大利涼麵，夏日繽紛一下哦。先弄点苹果醋了哈。哦，哇，蘋果醋哦，生下去，和洋葱生下去啊。好，紅蔥頭，水果係葱下炒，水果放下去。以後，哎，其實當腳呢，哇，是連於這個糖醋的感覺係咪？哦。哦，安尼怪人啊，其實有糖豆嘅雞丁魚那種車車上嘛。好嘞，哦，經用啊，嗱到葡萄酒呢，唔可以攣呢。來咯，結果來食咯。來啦！我講熱甜啊，適量係最好。你看特別去便利商店買，哦，當貴呢，冇按到搶菜哦。但強肯定係奢求當好食嘅感覺。係啊，個聲音轉雪，一下就雪睇。涼涼嘅風菜涼係當將醋啲感味鹽帶下食面。還想到。我理解咧，客家藝人的一首歌。乜解 ？I Color， 講 ，Let's beautiful， 講，哦，好食。誒，嗱，種安尼哈，細人嘅唔敢食嘅東西，全部滴掉位，佢全部要食落去。因為看到按醬嘅東西吼，看他吃星星，真嘅吃星星，吃紫色，
哎，顺下去你就会变很可爱的、漂亮的彩虹。对，不过说起来虽然讲有油气，不过窄窄嘞。无肉不欢。追你，无肉不欢。哎，廖碧啊，肉在这，肉在这。哎呦，講到結醬，用做啲芒肉來配雞肉啊！哎呀，我做三隻牛。可以咯。麻烦的事情是麻烦专业人走。哦，兩個，嚟啦。好。我卡帶兩堂。哦。有一間傳堂，哦，有一排，排半年都排唔到。半年。幾強啊！我排唔到唔怕。对，嘎嘎油后生，分享主厨总是给张师姐，张主厨，主厨你好，好，主持人，哎呀，总算係群到你了。你好，哎呀，握一下手的原因就是你们东西真的太好吃了，哎，记得来捏它。好，来，主厨，哎，你看到哈，你个这个果酱达人哈，老师做很多好食料理，都捏甜的，有乜个捏甜适合用果酱来捏出来嘛？啊，这边是用雞髀，好雞髀肉，係雞蛋，雞髀肉，老酸氣的果醬，老水果，老水果，哦，按你會蹦出什麼樣的火花嘞？夾夾來做看下哦。好。夾夾來做吼，主廚唔是去牙嘅傳堂來料理出做嚟食的吼，開始，好，來，酸氣，嘿，第一步做乜嘅？第一步先雞髀肉，雞髀肉，去骨咧，好啦，這差不多就是條安排。因為係雞丁嘛，吼，雞丁。其實你去市場買肉啊，你做得擺台切啦，吼，大概買油條啊，講啊，我嚟切好。再給我講一遍，他講你唔講你食，要多大丁就多大丁。哦，切好嘅吼，切好了愛做乜嘅？你姜麻老葱嘅哈，姜麻葱嘅吼，要米酒一大匙的量了哈，大匙，羊油，你記到，聽嚟聽啊出甜哦。好，做嘅哈，哦，姜麻的係按摩一下，讓它入味啦。好，你好，姜麻你是做的哈。哦，姜麻還有葱誒，拿起來。好，你哋吹係因為啲果醬嘅關係，自家就想一下按嚟做，平常時咩做你用配的嘛哈。做的啦，因為熱天會多咧哈，胃口冇按好啦哈。真嘅，是。啊，太陽細緻就胃口沒動好，好，做嚟酸甜的菜，卡士達粉哈。卡士達，卡士達粉老該太白粉。哦，我記得，你喺講火鍋要買個牛肉外面脆脆的，脆脆而且顏色很好看，那裡蛋黃粉的成分。哦，我看到誒，你看出來有一點黃卡士達粉。卡士達粉。你睇白糖都用兩種粉哦。哦，香香哈，有一點出筋的感覺，知道嗎？哈，你要撒下來呢？撒下來。會炸嘞哈。會炸。先炸了哈。好，炸就硬硬的咯。好。嘅上個東西做鐵嘞，撒下來做乜嘅？先你羅曼先頭先切的哈。兩種原太假如同好食羅曼哈，頭先切鐵，準備好冰水冰鎮哈。即係失去了它會切。你啊。黃梨哈，黃梨啊，你啊黃梨冬春，魚甜哈，當季水果啦哈，是咪？好，然後切的哈，硬啊哈，切斷然後，雞丁切幾太咧，也是切幾太哦，雞丁那個口感，而龍嘅鳳梨，好，整個口感是一致。對，好了。好，其實嘅鋪嘅東西，除非咩要一下時間啦，哈。你來看一下嘛。是我來看一下嗎？火罐睇嗎？係嗎？火罐睇咧。會剪它。剪下，好。好，你係奇異果啊，奇異果很好啦，哈。它那個嘴巴破啊，吃奇異果就會好哦，維生素很多。香香，切一塊一塊，這個也是一樣。口感要一致。周周咧，哈，范老師有吃到講，你主廚
哎，你要想到佢要用样板嘢方法嚟做人果酱，入菜还冇想到哈。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已经想到轻食好像已经很厉害了，结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哦，对，我很期待，我很期待。谁来同埋到？唔是切開，切團體啦。哦，唔是切開來，啊切開來唔攞切團體。唔是切團體，係切開來時候咧唔好團體。誒，做埋按樣做。因為底部有個自圓圓啊，但它是炒下去全部會。哦，不散體，不散體佢實料嘛會啊，會傳染到，就會感覺不好看，一點一點。對，好。紅麥豆沒切好嘞，還有乜嘅？洋葱哈，紫洋葱哈。紫洋葱。洋葱哈，冇用香下，洋葱等下會偏向嚟用啊，嚇，唔係按辣啊，係。誒，你肉差唔多好嘛？師傅看一下。開了。好。這個開火的原因，所以讓油逼出來。有時候我們為什麼要回炸？就是把裡面的油再逼出來，稍微健康一點點哦。專門是按豆油。而家空檔時間哈，該先炒個。哦，炒料，係嘛？咩炒個酸橘醬嘅個。酸橘醬來了，酸橘醬來了。嘅醬會用到咯。那佛木安台啊，哦，你個甜嘅東西，佛香台啊，等下燒焦。出過來啦。我係第一種係有時是用芒果呀，好啊，貴這些東西，做唔得炒香雞。哦，甜嘅東西啦。係，啊，不用油嘛？唔是不用油。來，你看，先用啲蘋果醋啦哈。蘋果醋哈。哦。哇。蘋果醋哦，先拿去。蘋果醋有一個香味哈，再搭上這個水果。不過蘋果醋糖起來應該當酸啊。唔會哦。唔會，還好。哦。其實個酸和甜哈，1:1就是最剛好。誒，唔加爽出嚟哈。這叫做糖酸比，對不對？嘿嘿嘿。好，師傅看一下，你啱做得嗎？差唔多，差唔多合奏得好咧。哦，不給合奏的，哦，要是個斜斜嘅口感係嗎？好。用蘋果醋，還有酸嘅嘅果醬嚟炒哈。咁而用落向下，係啲嘅酸絲嗬，喺煮過嘅花，給它酸下會磨，唔過會流到給它甜味。它柔和啦，柔和，它很強烈嘅酸味。然後洋蔥先下去啊。好，風蔥條。哦，你弄你上嘅冇像平常時，你洋蔥會先爆香嘅哈。它做得啦，你做得啦。好，那個雞肉大家可以撈起來了。好，做得。好，來擺盤。哦，擺盤啊，攏講，正經擺盤來咯，師傅啊，大家看到了擺盤係唔知夾花嘅冇？係。你這個花誒。然後按歪，你書法寫得很好哈，花開富貴。一般來說，寫字醜人書法都寫得好。哎呀，冇安講。哎，有看到冇？在家家有好色。哎，乜個年？丁酉年。今年就丁酉年。大家有給自家印象哦，上面有一個節哦。你睇自家花了嘛花？果醬，果醬。哇，用果醬花哦。哎，我攏講你係盤出去啊。一定同貴。好，肉鋪起來咧，有咩花好誒？沙來喏。我先擺這個，來紙嘛。好來。加你金本水嘅羅曼，龍水你下找的喂。你下找的。哇，那就講啊，其實做菜就當種創作用嘅哈。唔過有自己嘅想法，不管係實驗也好啊，也係講成發啲個樂趣也好，嗬，都自己心情看越以後。而家盤咧，到你樣搭配起來衝乜嘅？像孔雀、翠玉白菜、蘿蔔、好彩頭。哇！又花開富貴，好彩頭。哎呦，真係很強哦！太菜。那擺你無論係咪發鉗哦？年菜系列。年菜系列。等下張標係冇？你下先打鉗一下哈。好。家下你煮嘅，差唔多煮幾久啊？因為你講。棍類是做得的啦，籠類是做得的。哦。喺醋妹冇按蟲是做的，唔按蒜。然後勾薄芡。薄芡。但先生，你想講應該算幾種？入大菜嗎？心情如何？我以為是小點，結果是大菜。
张师傅来怎么可能是小点？你看他，我的内心就知道已经从头就一直鼓掌到现在，内心有很澎湃，对，但是又不好意思显露出小鹿乱撞。因为天在繁星上谁上让来讲，我的3级酱变大菜耶，真的，对啊，这是大金。好，差不多哈。好，差不多。吃的哦，唔会嗨落铁夹吼。水果的姜下炒，水果不用下去。其实冻夹呢。哦。哇，是连于这个糖醋的感觉，系咪？哦，譬如讲糖醋鸡丁啊，糖醋的概念啊。张主厨，你煮俩红菜，你就大概可以叮咛我们的在家想要做这道菜的观众朋友吗？秘诀？秘诀就是说，这鸡丁就是不能炸过了。哦，听到了吗？等下还是勾拢还是清哦。对，那水果的话就不用下锅太久。哦，不用下就影响它的那个口感。爆梅要加吗？香油哈，来一点啊。哦，香油。哇，范老师，你的那个概念是对的哎，你刚刚那个也有加香油哎。的，来咯，很紧张啊，你紧张吗？台式腐竹菜都用痛吃的，来爸爸没系用痛吃。哎呦，痛吃下家啦。哦，安尼挂浪啊，其实有糖豆跟鸡丁有一种脆脆嗓的嘛，感觉应该是外面脆脆，里面以后是嫩嫩。哎呦，嫩，那就要看我炸的功力了。哎呀，应该差很多。怎么这样说？师傅应该很满意。来，姜下来，还有哦，葡萄干哈，它少了一个颜色，就是黑色哈。哇，老师刚。大厨正有点认真看周传，加缤纷，两枚缤纷，真的，好冇？我是小缤纷，他是大缤纷。好嘞，哦，张主厨弄你做好菜头，还有大开富贵，安怎么个？酸吉鲜果鸡腿丁。给老师。来神色豆芽酸吉酱，把那个菜的甜味再提出来之后，来是冻肉，跟肉啊，然后都泡冻酒呢，唔可以嫩呢，冇办法有啲脆脆，再加上两水果。我冇想到会爆起来是呢，我以为只是装饰，种好款，结果爆起来是到该脆脆该呛出来该口感，它有许多水果的天然滋味。酸吉酱、画龙点睛，来摸汉讲话咧。真嘅，好。好了，开始是，不过师傅啊，你啊应该要用板舌来教你嘛。那个一撒奶皮哈。一撒奶皮，好来。哦。来，一撒奶皮。过来嘞。过来是要从包装的嘛。包装的。凹落来。凹起来。凹来。菜料的哦。菜啊料啊，不用捞起。是不用追吐司做的嘞。不用追吐司来。你看我上吗？来神色豆系嘛个，神色豆芽酸吉酱，把那个菜的甜味再提出来之后，来是冻肉，跟肉啊，然后都泡冻酒呢，唔可以嫩呢，冇办法有啲脆脆，再加上两水果，我觉得我好像在海边奔跑。怎么跑那么久？你刚刚不是跑过了？还继续跑，跟你是到哪一？我冇想到会爆起来是呢，我以为只是装饰，种好款，结果爆起来是到该脆脆该呛出来该口感，它有许多水果的天然滋味，然后你的那个酸吉酱画龙点睛，然后经过师傅的巧手，
来摸汉讲话咧。真吉加生。师傅，你第一摆用老师给酸吉酱哦，你吃到有达到你要的效果吗？然后它的酸吉酱哦，你有满意？就是很天然。田野，天然，而且符合现在的养生之类的啊，又没有什么任何的食品添加物，所以要健康啊，哈。那点下意思。口面油做的，因为你比如讲人家讲糖醋的那个概念很重要，那糖醋可能冇按田野的东西，有常时你加更多，比如讲酸丝啦，给等，吃起来就有点比较硬，这个真的很柔和。那本身是相同，那吉酱。变成果酱，那是动物的猫。我输了。没有，好像有你的酸吉酱，我可以变了一道新的菜色。大厨哎。真赢哈。真的从就是点心变成凉拌的主食，再变成年菜哦，我真的觉得与有荣焉。那种讲这种惊喜，就像你3年前呢，你换一个跑道，超毛，你来做果酱。给心情正经没空用，那就是人生中的惊喜。那个乐趣在于新的学习，还有新的创作。出像生意顶啊，什么样地方都要奔动到惊喜嘛。跟有上大跑嘛。有啊，我是除了当香港行业嚟嗰種錄音較好嘅東西，你行喺做到好動音、好聲音啊，咩行音好學果醬，但師傅做變菜。很好，动音好，我是觉得，好啦，阿婆，我没有辜负我是客家人。你好棒，对我好棒，师傅也好棒。正经懂什么意思？师傅他派来哈，不管哪个职人一定要来哦，不然你吹变态吹，给我们更多惊喜。有常时人认出来有型哦，说的。唔但唱吃的东西，吃的回忆，还是嘛是你什么样地方都会感同，还有懂得惊喜，因为人哋你什么样地方都马上要行入来，马上要行出去，特别家家有好食，有感通到嘛。记得咯，空长时间10块呢，家家有好食。本阳国家来主持。什么？很多人都问我，离开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，然后做果酱，有比较好吗？我相信呢，很多决定都是有好有坏，有得有失。目前我做的事情让我很开心，然后我觉得我做的不只是果酱，更是我自己对自身的客家人的自觉跟认知有更深的了解。我觉得开心应该是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，那我也达到了。